大家好，又係今期流行嘅時間。今集咧同大家就介紹下姜濤嘅新歌，呢首歌咧就叫做《寂寞圓舞》。大家都知道咧，即係 MIRROR 成員姜濤咧呢段時間一定係非常之忙碌，因為要籌備佢今晚咧就會一連9場嘅演唱會嘅第一場嘅正式開鑼啦。相信咧，無論係姜濤亦都準備咗好耐啦，一班姜糖更加就係期待已久。亦都同一時間咧，亦都喺尋日咧開始咧佢嘅首張個人專輯啊 Co-Position 咧，就喺各大嘅音樂平台咧，亦都登錄喎。新碟裏邊咧，亦都收錄咗7首歌。咁其中咧，好似今集介紹嘅就係姜濤首次咧參與《寂寞圓舞》咧嘅作曲。呢個咧亦都係姜濤嘅作曲嘅第一胎啦，大家都好期待，到底阿姜會作一首點樣嘅歌嚟送俾大家，有啲咩驚喜俾各位呢？除此之外咧，喺大碟裏邊咧，亦都邀請咗Ian咧陳卓賢咧為專輯作曲啦，就係你要倔強。唔少姜糖同埋 Harlow 咧都好覺得好驚喜啦，大讚呢個哥與弟嘅組合係相當夾，亦都希望咧兩兄弟咧喺音樂上面多作合作同埋交流。當然啦，今集咧我哋介紹嘅咧就唔係你要倔強，係講緊《寂寞圓舞》呢首歌，到底阿姜第一次作曲呢一個嘅製作班底係點樣咧？今次咧姜濤咧就揾嚟同佢合作無間嘅監製 Eric Chan 咧，就同佢一齊作呢一首歌。填詞咧就揾嚟小黑，應該都係佢一啲比較信任，亦都同佢合作得比較多。尤其是 Eric 咧，都係一個同佢即係由佢出道到而家合作無間嘅，相信亦都對阿姜嚟講好信任嘅一個製作班底啦。其實睇翻阿姜今次嘅首張個人專輯裏邊，一共咧就收錄8首歌。其中好似白果啊、流浪星球啊，甚至乎係 On a Sunny Day，大家都已經聽慣聽熟㗎啦。亦都 pop 咗一段都好長時間，大家都應該肯定咧就一班姜糖都聽熟晒啦。但係咧呢隻大碟裏邊其中嘅焦點就當然就講到係寂寞圓舞，因為始終姜濤咧出道咁多年嚟都未試過有自己嘅親自創作嘅歌啦。你話好多時佢嘅咁多10幾胎裏邊都好多時都係有佢去發揮一啲嘅意念啦，甚至乎係將嗰首歌嘅想講嘅主題話俾佢嘅製作班底聽，由佢哋去幫手去製作。但係講到真係真正自己作歌咧，呢一個就肯定係第一次嚟嘅。今次阿姜咧就第一次同 Eric 一齊作曲嘅《寂寞圓舞》咧，負責填詞嘅小黑都有介紹咧，就話古有呢一個孤獨探戈，今有寂寞圓舞，終於幫佢寫到一首咧冇殺氣嘅溫柔歌。旋律咧好舒服，好好聽，亦都好好寫，個 key 好啱佢，成首嘢咧可以用漫步絲滑去形容。呢一個形容詞真係形容得相當之好。我聽首歌嘅時間咧都有呢一種嘅感覺。要做節目當然就聽嗰首歌先可以同大家介紹啦。我第一下聽嘅時候，嗰首歌個感覺好 moody 啦。而呢個漫步絲滑咧，小黑真係形容得非常之貼切，慢慢推進，慢慢嚟，亦都好有嗰種輕描淡寫去形容一種心情嘅感覺。個 key 亦都非常之啱阿姜濤去唱啦。見到阿姜咧，亦都轉發咗小黑嘅 story， 亦都留言咧就話呢一首亦都係我整張專輯裏邊最喜歡嘅其中一首。我相信咧聽過首歌嘅朋友就知道嗰種嘅感覺係相當之 moody， 亦都可以話係剖白姜濤一個內心世界嘅其中一首歌嚟嘅。所以咧，日前咧，阿姜亦都喺佢 IG 嘅限時動態都分享咗，相信係特別為演唱會而出嘅新歌《寂寞圓舞》嘅部分歌詞，並且咧就寫咗句第一次參與作曲嘅一胎。唔少姜糖咧見到呢張相就表示十分期待，亦都有粉絲話呢個姜濤咧第一次參與作曲嘅嗰一首係情歌嚟嘅，咁樣大家就估啦，因為當時未聽啊嘛。但係你話係咪阿姜第一次作歌？我覺得未必係，可能係佢作咗歌之後咁多芸咁多首歌當中，真係俾大家面世聽到嘅一首歌嚟啦。所以咧，相信咧各位姜糖就非常之期待啦。阿姜第一首自己作曲嘅作品正式曝光，呢個消息一出咧，即刻引爆咗成個姜糖嘅宇宙啊！大家都好好奇，由一個當初
自然話咩都唔識嘅少年，到今日成為一個能夠親手譜寫自己內心旋律嘅創作人呢？我相信呢7年嚟身處喺風暴中心嘅阿姜，到底經歷咗啲乜嘢呢？咁我哋就可以同大家一齊深入剖析姜濤呢7年嘅蛻變之路啦。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係一路睇住姜濤由出道到而家，由一個少年姜 B 到而家變成姜 Man， 咁而呢首歌亦都正正就係可以話到俾大家知阿姜濤嘅成長同埋佢嘅進步。咁啊，所以咧，其實你聽到首歌之後咧，初初我以為就係一首情歌啦，但係亦都似係一個姜濤嘅內心剖白啦。雖然咧佢淨係負責作曲冇寫詞啊，但係嗰個比較淒寂嘅旋律裏邊咧，亦都滲咗一份好似有少少酸，亦都有少少甜，甚至乎有苦又有樂，又有光又有暗交集嘅一種感覺啦。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跟住阿姜濤個心境去寫。咁首歌叫做《寂寞圓舞》啦。咁其實圓呢個字亦都喺呢首歌裏邊其中一個好主要嘅主題嘅，大家會成日都聽到喺首歌裏邊都會碌住就係，譬如有圓圈啊、轉圈啊、中心啊，又話一個轉一圈可會轉出故事啊，咁即係話其實彷彿咧透過首歌裏邊，小黑亦都滲透咗姜濤對於佢人生嘅一種嘅睇法啦。轉一圈可會轉出故事，轉一圈可會轉出快樂，轉多圈可會轉出錯覺。咁而我覺得首歌當然係非常之悅耳，非常之好聽啦。大家亦都可以聽到姜濤咧喺首歌裏邊咧都刻意將佢把聲放輕咗少少，唔係好用力去唱呢首歌嗰種感覺。咁我聽落嚟就非常之舒服。嗱喺做節目之前咧，我大概呢首歌聽咗大概6-7次左右啦。咁我就覺得越聽越有味道啦。慢慢你咀嚼下個歌詞，聽下姜濤嘅作曲，帶咗大家去咗姜濤佢嘅音樂世界，咁我覺得佢係幾有天分喎，作呢首歌幾好 feel 喎，亦都幾有味道喎。咁啊，即係亦都可以見到咧，佢作為佢自己創作嘅第一首歌咧，佢冇刻意用一啲好華麗嘅包裝、好悅耳嘅音樂，甚至乎好複雜嘅編曲，甚至乎佢做好多即係一啲叫做令到大家聽到好似好豐富，反而係用一首好簡單嘅旋律去令到大家好有真實感、好粗糙感咁融入個旋律，體現咗一啲好真實嘅一啲嘅感覺，俾大家一齊咧進入咗姜濤嘅創作嘅世界啦。咁好似個主題就係循環迴轉人生中，去領略一份忠於自己嘅感動。咁相信咧，大家可以透過呢首歌，亦都多咗了解姜濤。成日都話姜係用作品説話。大家聽過《寂寞圓舞》呢一首歌，你可能會對姜濤嘅內心再了解多一部分。咁而小黑今次呢份詞都寫得相當之到位咯，佢冇用一啲好複雜嘅用詞，反而係簡簡單單去帶咗呢個故仔嘅重點出嚟。咁阿姜咧喺講故事嘅能力咧，透過呢首歌又再進步咗。唔知係咪一首歌咧，因為係佢作嘅關係啦，我覺得佢唱得係特別駕輕就熟，或者特別能夠駕馭到首歌嘅。唔知道聽到呢首歌嘅姜糖又有啲咩感覺呢？隨住姜濤咧今晚咧正式喺佢嘅演唱會第2次歌唱嘅第一場嘅序幕，相信咧姜糖呢段時間咧一定係不停咁碌住呢幾首歌。今晚咧就喺現場咧見證住姜濤，睇下有冇機會喺現場唱呢首歌俾大家聽啦。而新專輯嘅收益咧，亦都全數會捐俾即係宏福苑嘅災民嘅。咁即係話買大碟之外，亦都可以咧做善事，為災民出一分力，非常之有意義啦。咁啊，所以咧大家相信一班姜糖已經訂晒㗎，睇下幾時實體碟到手。咁之後另一集咧亦都會同大家介紹E-Rin咧為阿姜作嘅《你要倔強》呢首歌，同大家介紹下。亦都會有一集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姜濤嘅全新嘅專輯嘅歌，呢個 album 到底有啲咩賣點呢？咁啊，當然最重要嘅就係會同大家分享下姜濤演唱會嘅一啲嘅點滴，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合家歡頻道。今集咧同大家介紹姜濤嘅新歌《寂寞圓舞》，就係講到呢一度啦，誠意向大家推薦。如果未聽過呢首歌嘅朋友咧，聽完相信唔會令到你失望，可以一聽再聽，會越聽越有味道嘅一首歌嚟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介紹姜濤嘅新歌就講到呢一度，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我哋下集再見。